结婚来台南的60多名新住民，穿着越南泰国等无同国家的服装展示，非常的水。这天特别伫公园举办一场音乐联谊活动，不过重点是爱宣导天高热。由我们的新住民宣导给我们的新住民，更了解登革热是多危险在东南亚呢，所以呢，由我们就是要解释。有时候大家会怕，我们去做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要发 DM？ 那不是 DM， 是我们有6个国家的字在里面。比如你去越南的时候，你回来的时候，你用身体发烧、酸痛，就是不舒服。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你要特别跟医生说，你从越南回来的。讲起来，连边仔的卫生局人员拢插袂上话，相当专业。来自越南的莎莎提醒搁提醒，新住民伫台湾嘛爱有防治天高热的观念。其实北区有济新住民人口，区公所秉持着多元族群的精神，想要创立一个交流学习场所。咱真正爱找一个会当互因甲咱会当有交流，会当学习，会当有一个双向沟通的好机会。因为困难的时阵，因有人会当来询问，或者是咨询，或者是说可以帮助他们的。所以说，未来北区在对新住民的照顾绝对不遗余力。活动当中，每一个人也搁带来家己家乡的特色菜色，现场直接变成异国料理大餐。朴素咖啡嘛免费招待咖啡点心，也搁准备越南版的卡拉 OK， 让大家唱歌同欢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